先请各位先进起立，我们向许顾议长昆元默哀1分钟。6月6号2天前，本党连续遭遇2次重大的挫折。高雄市长韩国瑜同志遭到罢免，以及高雄市议会的议长许昆元同志因而轻生，一夕之间也让本党弥漫着失望跟哀伤。他的离开让很多的亲朋好友，包括很多的支持者，非常的难过。但是第一时间，我们却看到民进党的议员用嘲弄的心态来谈论许议长的离世。昨天我还看到在网络上躲在键盘后面的这一些假账号也好，网军也好，用卑鄙的文字、缺乏同理心的态度，还有污蔑的讯息，还在继续抹黑、嘲弄这一件不幸的事情。我心里想，请问这些假新闻、假账号，民进党政府你们要不要查？所以我在这边严正的呼吁民进党的党主席蔡英文，约束你自己的参政同志，约束你自己的网络侧翼。政治可以激烈的竞争，但是不可以竞争到没有人性。人死了还要黑吗？这是台湾的民主政治吗？我们要这样教育我们的下一代吗？蔡英文主席，你贵为中华民国的总统，请你拿出你的高度。一个中华民国高雄市的议长的离世跟骤逝，你不但没有表达任何的哀悼，你还任由你的参政同志，任由你的网军侧翼这样子的抹黑打压，你到底要什么？所以接下来，本党将面临高雄市议长的改选，以及市长的补选，我们没有退却的空间。我再强调一次，也没有踌躇的时间，我们只能面对。我希望本党的同志跟支持者能够捐弃成见，团结一心，坚持理念，拨乱反正。不能让我们的对手把胜利视为理所当然。本党上下一定要齐心改革，而我作为党主席，我一定会坚强的面对这些包袱，勇敢的挑起这些责任。但是我希望大家跟我一起，这个时间不是去谈论谁要离开，或者在这个时候对本党落井下石，这样的同志离开也好，